Die in place 就係喺佢熟習嘅屋企環境或者喺院舍嗰個環境嗰度咧，就係辭世嘅。因為咧過往咧曾經咧就係因為死亡對於個社會咧係一件重要嘅事嚟嘅。社會需要知道咧呢個死亡咧係一個自然嘅死亡啊，定係一個有他殺嘅情況底下一個死亡嚟嘅。咁所以咧一個死亡咧，如果唔係因為自然死亡咧，係需要報警啊、通知警方啊等等，有一系列嘅程序嘅。咁Dying in place 咧，而家咧就係喺屋企嗰度咧，如果你係喺死之前係已經係有一個病情喺度，有一個病狀喺度，係睇開醫生嘅，而喺死之前嘅14日內咧係睇過個醫生，而嗰個醫生咧係可以證明咧係因為嗰種病自然病去死嘅咧，咁咧喺屋企死咧係唔需要去報警嘅。同樣咧就係如果喺院舍咧，以前院舍咧就係因為同樣嘅要求咧，佢哋覺得太麻煩啦，咁所以咧嗰個長者如果覺得佢好似個情況有啲危急啦，就車佢去醫院啦。咁好多時咧啲長者咧就係未辭世之前咧去醫院咧，就可能咧就好密密咁去咧，就去咗年幾兩年先至最後辭世嘅。咁而家新個法例咧就係同樣就係如果喺院舍裏邊咧係有一個走之前，如果佢已經係有一啲病態，咁而喺走之前咧係有14日之內咧係有醫生咧係睇過佢嘅，而死嘅時候咧有醫生去證明佢嘅死因咧係一個自然嘅死因咧，咁佢咧就可以咧就係唔需要個院舍係唔需要報警，唔需要有呢個coroner 個 intervention 啊嗰啲咁樣咯。